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333首献上自己为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降服在神的面前。唯有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高举神的旌旗，来做美好的征战。我们一起来看333首献上自己为祭。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膏厚厚是一击，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愿你的荣耀，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跟恳求，愿你的荣耀在我们的中间显明上帝你的心意，愿你的国度嘛临到在我们大人的心中，常常掠条上帝你国度福音的使命的工课。愿上帝你坚固你的教会，让每一个军队主你的人，受上帝你所呼召的人，会当定心来军队主的脚步，一生军队主得蒙恩的福气。愿在你面前将阮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主，愿上帝你甲阮三个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好，大家平安哈。今日牧师要来跟咱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军队主的溃烂。跟从主的能力，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15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彼得后书1章3到15节哈，咱来掀开圣经。好，彼得后书第1章第30到15节，这是每一个信徒蒙恩啊吼，蒙受恩典的呼召甲竞选，蒙恩的呼召跟拣选，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也是彼得从他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学习到，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看哈。神的话这样说：上帝的神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亦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好我们今天一起看这段经文，特别讲到彼得的故事了哈。我觉得彼得的故事也跟我们的故事有点像，因为人的一生都是像彼得的经历。彼得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信徒，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彼得是一个做灰这个人。必定嘛有冲动啦，冲动的时阵，必定嘛有想法，必定嘛决心，伊嘛有伊的决心。对耶稣讲的话，咱会当看出伊的决心。彼得有软弱无？王丁啊，彼得敢有软弱过？有，彼得嘛有软弱哦。伊会惊死袂？有，嘛是会惊死吼。伊嘛有好认上帝，好认主。伊捌对耶稣，彼得他对耶稣说：“主啊，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啊。”这在路加福音22章33节。好，我们可以翻开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33节。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有没有？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彼得他曾经对主说：“主啊，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下去监牢，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但是没多久，我们从路加福音22章57节到60节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他几次不认主？他3次说什么？彼得他怎么对人家问他？他说什么？彼得伊讲啥？22章，伊讲啥物？伊讲我不认得他，对吧？我袂认得。所以你有看见每一个基督徒拢有可能行过这段路啦。服侍神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开始拢讲我愿意，有无？会袂？王长，你有看过咱足侪信徒同工有当时嘛安尼会袂？会啦，难免啦。我愿意。到咱到伊跋倒了，伊才会知影讲啥？彼得伊才会明白讲，原来伊的生命人无法当靠家己的意志来侍奉上帝啦。所以咱会当知影彼得他是走到他人生的尽头，爱要安怎？爱要受死的时阵，伊才安怎？伊才会看到啥？伊其实人是做软弱的。所以咱知影彼得伊到最后，伊3摆无认主了，伊安怎？伊有哭无？伊哭啊，他哭了。为什么要哭？伊讲：“哎，我开始真做一个无认主的人啊。”所以我就咧思考有当时咱侍奉上帝会安怎？看咱起初想要侍奉上帝的一种热情会怎么样？不太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神，一开始我们觉得，牧师，我非常有非常有信心，我可以跟着你一起同工，一起来建造教会，一起来侍奉主。可是你会发现跟牧师走下去以后容不容易？不容易啦。所以牧师也要提醒各位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也是这样。咱侍奉上帝跟对主的脚步，是我靠家己的气力，还是我靠上帝的气力？彼得，咱对彼得的身份，顶面咱会当看到，彼得伊就是安怎样，
一开始为着主背命。咱看路加福音书第22章33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你个看这句哦，你感觉这句话有没有真诚？有没有真诚？王长你感觉有做诚意无？有无？有诚意对无？但是你感觉这种诚意是靠什么亏待的？当时，迄阵是靠伊应该是咯。我咧是靠伊对，靠伊的气来讲的话。啊，即句话你若甲倒边来想看卖，咱即卖的信徒要做主的同工，要甲牧者做伙同工侍奉上帝。讲牧师啊，无论安怎吼，我愿意为甲你做伙行，当受苦当死，嘛是甘心的。有容易无？有做成无？会哦。即种诶，主要所伫个是吼。对。这运动面对着主要所吼。对。所讲的就讲伊领导层就表现讲我愿意。我，但是啊吼，主要所死去的时候，佮出来的时候，伊知影，迄个使徒咯，就知影讲，主要所吼是对神啊来啊，伊真正是上帝的囝，对上帝啊来，所以吼，你看迄个使徒到尾啊，因到尾啊，因的下场啊，莫讲下场多歹听啊，伊拢为主来顺道，来顺道就是讲吼，我真正看到主吼，搁活的时，就是知影伊是上帝的囝，对上帝啊来。所以哦，我今仔要讲的是讲，彼得伊一开始讲这个话，跟咱咧侍奉上帝的心志是足像的。一直到什么时阵伊转变？你看伊彼得的跋倒是什么时阵？是伫伊无认主的时阵啊。我要讲人啊，人。迄阵伊也无认主的时阵，怎怎？伊嘛是惊吼。惊死。惊伊讲伊是干物做？对，爱惊死嘛，对无？嘛是比利啊，有可能会安怎？伊嘛会惊嘛。我问你，啊，这有成啥？这嘛看咱咧讲，咱要来看牧师做伙同工的时阵嘛是安尼，对无？啊，若大家人袂感觉，大家人做伙来做，毋是做好吗？吼，所以我有时我拢会想讲吼，《路加福音书》第22章57节，彼得伊无承认讲，伊甲这查某囡仔讲，女主啊，我无认，我毋捌你，我不认得他。22章60节，彼得说什么？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注意哦，伫迄讲话中间，鸡就开始啼哭。鸡开始叫的时阵，伊3摆无认主了。伊伫迄中间啦，甚至伊就抓入字的中间，伊感觉伊的气力已经是走到了尽头了。所以我要问咱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人自己走到尽头，你才会看到你是需要上帝的？好啊，这种的论点吼，我感觉是咱每一个人拢爱去经历的代志，包含伫咱伫教会内底咧侍奉嘛是安尼。所以咱知影彼得后书，咱今日要做伙来看，咱头拄所看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到15节，这是彼得伊行到人生的尽头之后，伊重新去认捌到，原来第3节伊讲上帝的神能啊，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什么是神的能？神能是什么？神的全能跟神的供应，这不是人的意志啊。咱看圣经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伊一开始讲上帝供应，上帝主权，已经将一切关系到生命敬虔的代志赏赐予咱。但是咧，咱认捌的是啥？咱往往认捌的是咱家己的需要。咱认捌的是啥？是人的欠缺。所以牧师鼓励咱伫主的面头前咧侍奉上帝，
当咱若看见有人伫咱的身躯边会影响到咱甲主的关系的时阵，咱就爱清楚知影，咱伫做主的事工，咱安怎单单自行看主，毋是看家己的需要。所以，伊才讲生命第三节讲生命和金钱的事。什么是生命和金钱的事？毛弟，你感觉什么是有关生命甲金钱的代志？上帝想怎甲这物件赏赐互咱？这是什么物件？什么是生命？关系到生命跟金钱的代志。想怎彼得讲上帝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到底什么是生命跟金钱的代志？第一项，生命是啥？得救，对不？这咱要讨论这是咱先来讨论这个问题。虽然说也未死进前，这温度拢唔敢，谁人唔敢为着主来死，为着主来。对。因为主要顶时的时候，大家你也是大家走了，对。用走了。对。必定嘛三个，但是你要了解哦，虽然说死了后，搁活的时候，因遮的温度，拢为着主来顺道，是安怎太变化济？这就是讲，因为主搁活的时，互遮的速度看到，遮100%相信有主耶稣是真正咱世上有救主，是对上帝来。但是伊这未为咱死的进前都平常是咱做伙对不对？一个带头的，就面对着这款死亡的境遇的时候，互因会感觉所以你头拄有讲到一个叫做救主嘛，对吧？咱来看，你爱看圣经节咯。咱今日圣经节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咱今日重点是要对第3节到15节，好，这。这就是对第3节。因为虽然说死过活了伊才相信有这个人但是会看电这个速度会看电对。我为了主耶稣来死。好，咱即马咱即马爱了解咱要为主来死，咱要通过圣经了解要安怎为主来死啦。为主来死，就是讲你的生命会有产生新的生命啦。因为你原本的生命是好，假设你无信心，但是你因为有主的生命救恩的时阵，你的生命开始有信心嘛。你原先无喜乐的，你开始有喜乐啊。我即马咱就爱做伙来看的，就是咱要安怎样军队主的溃烂是啥？是安怎一个信徒伊无法度通继续军队主的溃烂来行？是安怎有当时人会安怎？因为软弱，因为不足，因为伤害，伊无法度继续行落去。到底是为着什么？平平拢是信主的，是安怎咱无法度通继续行？咱来去探讨原因嘛，了解我的意思嘛？所以咱来了解今仔日圣经在咯，你爱看你手边的圣经哦。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内底伊讲，上帝的溃烂，上帝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系到生命甲敬虔的代志。什么是关系生命甲敬虔的代志？什么是关系到生命甲敬虔的代志？你头拄讲到救恩，但是救恩了会对人安怎？会对人的生命产生无共款的变化。所以今仔日伊后壁讲什么？伊后壁讲，拢是因为咱认捌迄位第3节后壁段伊讲，因为咱认捌迄位家己的荣耀甲美好的美德，美好的德行来吊咱的主啦。咱的学习单顶面无圣经节，但是咱来看圣经，因为篇幅较大，所以我无放伫内底。所以咱来看圣经第一章的第3节，伊讲到一个最重要，咱有主的救恩，关系到生命的代志。
就是会互人产生一个敬畏的心、敬虔的心，愿意要来跟对伊。所以第3节咧一开始讲到一个足重要，咱领受这个生命救恩会得来改变，咱必须爱知影，耶稣基督为着咱来救恩的迄个生命是何等的要紧。所以你唔免靠家己啦，你唔免靠家己硬经啊。我们的信仰生活，很多时候大部分都是硬撑的啦，反正你教我怎么做侍奉，我就怎么去学。但是学久了我学不会了我就怎么样，我就会放弃。但是圣经里面，他明明在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属神得着救恩的百姓。上帝的能力是为我们预备一切的，只要你越来越认识他，你就会发现你的能力会越来越多了。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如果你不愿意读经、祷告、灵修，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我告诉你，你的灵命的生活好像那个电池一样，会慢慢的耗尽到最后，你会说：牧师，我需要放下，我没有办法继续侍奉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第3节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靠着上帝的救恩。我们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是只要你是靠着神的救恩，能力是足够你用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恩典够你用，恩典够我们用。好，我们看第4节。第4节来，毛丁乐，请你来看第4节。彼得后书第1章第4节。第1章第4节。因此伊将宝贵搁极大的应允赐予咱，叫咱记得脱离世上对情欲来的败坏，就得到上帝的圣灵有份。所以毛丁啊，读到这你有感觉无？拄我讲上帝馈咱，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互咱清楚知影，咱唔免靠家己，咱就会当得到丰富的生命，对无？安尼的话，伊佫将啥物？上帝佫将宝贵，佫有极大的应允赏赐互咱就是爱咱安怎脱离世间上的情欲的败坏，咱自然就有法当甲上帝性情有分啊。所以啥物是宝贵佫极大的？就是啥？就是救赎更新的丰富的生命。啥物是咱甲上帝的性情有分？就是性情会内住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的生命活出圣洁的生命。所以摩丢了列位兄弟姊妹，上帝应允不只是让你有感动，而且会让你有能力胜过败坏，活出像神的样式。所以摩丢了，咱来思考，咱来思考一个问题：你感觉侍奉上帝是欢喜的，还是艰苦的？当然拢有，当然拢会有。这看你平常时跟上帝的关系，建立甲啥物关系？对。你若想讲你差不多读这个圣经才对。普通咧读圣经的人，是安尼甲读过尔，安尼读过尔，基本就无去亲自了解内面是咧甲你讲啥。对。像你讲这个事这都要透过啥物话？透过传道者。有时来甲恁解说，这到底是这话是咧甲恁讲啥？是。因为咱对耶稣死了甲保罗甲这使徒因后壁这册其实咱这信徒无容易看，拢袂容易会当了解。你敢使徒行传过来？罗马书你罗马书的是你叫信徒来解说，看伊有无当解说。就根本都有时安尼甲看过的是。看过的是咱真正，我坦白甲你讲啦，我看罗马书，我看甲足艰苦的。但是你嘛着爱讲这都要有透过一寡咱有研究神学的甲因解说讲这到底有时咧，我毋是讲全部拢毋捌，但是有时咧真济。罗马书实在是真正是个无好读的一本册。
所以吼，咱今日来看这个彼得后书第1章的第40，咱头拄所看到，上帝伊用一个真好的应允，就是爱咱会当脱离世间上的这个情欲的生命，重新进入一个有上帝形象的生命。这则圣经在是，这则圣经在哦，咱这个世界哦，这实在是讲的啦。无容易。无遐容易啊！即若讲，来，咱来看好完。我今日讲好完，咱来吼，因为时间关系，咱看彼得后书第1章的第50到第7节。第50到第7节就是伊开始讲到另外一种的彼得伊开始讲到一个足重要，咱爱去努力的一个生命啦。吼，伊内底讲啥物？就是因为即个缘故，啥物缘故？就是头前咱所看的遮。上帝要赏赐遮真丰丰富富的生命，互咱会当脱离即个世间上的情欲，会当甲上帝性情有分的生命。安尼要安怎做？第一，伊讲爱安怎？爱骨力安怎？分外的殷勤啊，就是讲表示讲你爱主动啊，你袂使被动啊。咱伫教会内底，咱的信仰的生命超找人物，袂使被动啊。你袂使被动去认捌即种的生命。伊讲着几项，第一，爱有信心，吼，搁爱有信心了，爱搁加成啥？爱有好的品德，吼，品格，搁爱有啥？有好的财物，搁爱有啥？有好的财物，搁爱加上节制，有节制了，搁安怎？搁爱有忍耐，有了忍耐，搁爱安怎？搁爱有敬虔，有了敬虔，搁爱安怎？搁爱有疼兄弟的心。有疼兄弟的心了，该啊哪？该有疼正人的心。这总共有几个？有7项。好，信心、品德、知识、财物、节制、忍耐、敬虔、疼兄弟、疼正人的心。这7项拄好伫圣经咱讲7就是完全了。所以吼，咱知影信心到疼，内底有分做内在甲外在。内在对信心甲忍耐，拢是内在的。你头拄念这经章，是，这是咱伫咱学习的所在。嘿。但是我甲你讲哦，这经章哦，你莫讲信徒，我讲啊，牧者就做袂到。好，来，马紧咱继续来看完。所以咱来努力，吼，最后第8节伊讲啥物？恁若充充足足有这几项啊，就要互恁。认捌咱的主耶稣基督顶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兄弟姊妹，牧长了，咱每一个伫直播室内底兄弟姊妹，咱来了解。伫遮伊咧甲咱讲，咱来不相信温困，吼。对第5节就讲，咱来分外的殷勤。虽然咱这物件有的人无，包含牧者嘛共款。但是至少咱来往这个目标去努力。这阵哦，你安那个就是讲，咱人拢有软弱的所在啦。软弱的所在是哦，是免啊来看这个圣经在。所以啊，头前要安怎我已经当甲你解说。咱人有软弱哦。来哦，注意哦，你若讲软弱吼，我会用头拄仔咱所看的第3节甲第4节。甲你讲，为什么？第3节甲第4节就是咧，甲咱强调啦。一个信主的人，认捌上帝人，你要知影你的生命就算是软弱，但是上帝又将啥？已经将关系到生命敬虔的代志，通过耶稣基督好的这个荣耀的事，咧甲咱讲啊呢。第4节伊讲啥？第4节伊讲，爱咱着爱掠条这个应允。已经将这足宝贵、佮极大应允咧赏赐互咱啊，所以咱唔通佮甲软弱，因为咱的软弱是因为啥？牧长，你感觉人的软弱是因为啥物问题？敢毋是世间上的败坏的私欲啊，对无？就是这啊。所以哦，人若是你看无清楚你家己的软弱的问题，是因为世间上的影响来比较你家己跋倒，安尼你着爱。重新去反悔认罪悔改，因为这毋是人会当甲你救的，这是你家己无清楚看清楚，上帝已经将这应允赏赐互咱。所以咱个重新来看第5节甲第7节的时阵，你就会知影讲，我着爱搁较骨力啦吼，互我的信心搁较加添。
我若真做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我这个人的性命品格会加减较好。啊，这个品格若较好了吼，我就自然会想要搁较温困来去认捌上帝的真理。吼，知识的财物就愈来愈增加哦。啊，知识的财物你若开始有增加了，你会愈知影讲，我过去吼，安尼做一寡遮的代志吼，拢无咧节制呢。啊，拢安尼胡飞乱做，安尼凊彩做，这节生命就开始伫你的生命，因为你人有知识了，你自然会知影要安怎有节制的生命。有节制生命了，你就会安怎？你就会晓忍耐啊！忍耐讲啥？这今仔日会知影，我讲一个故事啦。会知影吼，我两个囡仔，即摆会知影吼，泽恩、穆恩，会知影偌早出门的，6点就出门啊，买学校啊啦。啊，因伫遐咧烧等啊，等甲安怎？伫遐咧准备去冤家啊，冤家了，我攞受气起来，受气起来，我攞摕批弹，我甲拍一个，啊拍了然后啦，这穆恩才受伤，去到学校，伊的同学看到讲啊，你这里怎么受伤了？我带你下课，带他去这个健康中心。去有个老师，连埋健康中心的那个啥护士看了讲，啊你怎么受伤的？啊在哪边受伤的？啊穆恩就讲没有啊，就在家里受伤的。啊怎么受伤的？在哪里？最后大讲是爸爸拍的。学校即马若是爸爸拍的吼，拍到红有伤痕哦，爱通报呢。通报到最后，伊若社会局就安怎，甲即个囡仔送去另外一个家庭住2天。较佫甲伊送转来啦。无啦，这是其中后来安亲班的老师，包含伊的导师，敲电话来讲啊，这个咱拢知影，教囡仔吼，加减啊拢有教育的方式，但是爱注意，小可控制一下。我要讲啥物？咱人的性情吼，有当时咱若无节制的时阵，就安怎？你袂晓忍耐啊，对无？所以吼。过去我感觉我是一个性情足容易暴冲暴怒的人，有当时加减啊人啊甲我激怒的时阵吼，我加减嘛拢会举讲起来咧，啊无小心就出手去啊。我当我咧教囡仔的时阵，我就开始反省，人要安怎会当忍耐啊？转来的时阵，我甲穆恩讲，穆恩，你害爸爸差一点要去警察局呢。我开始用忍耐，我一开始想讲，这个囡仔转来，我准备我要甲伊头洗念一下，你哪安尼讲，你哪安尼做？但是上帝甲我讲，明明你有出手甲你的囝拍了伤过重，你敢无一个学习节制你的手头，甚至爱学习忍耐人对你的管教？这种的智慧要安怎来？信用来。所以对节制到底人的忍耐了，人会开始产生敬虔的生命。所以我感谢上帝，当我会知影起我发生这个代志，到我即摆讲这个代志，上帝给我一个敬虔的生命伫我的心中开始产生了。所以彼得伊讲到这，有敬虔了后，你就开始有疼兄弟姊妹的心。当我的囝甲我讲了后，我了解，其实我的囝查某囝，我的母恩，伊要保护伊的爸爸，但是伊后来听讲如果爱去别人兜住2天。伊心内着惊，这是咱国家针对迄有家暴的家庭，你若是继续要安尼做，社会叫人去记录迄有通报的方法，所以做注意哦。即摆教育囡仔已经无像较早了，所以咱爱知影，伫咱的生命内底，基督徒嘛同款，咱拢一直学习，通过上帝的话去了解，咱的生命要安怎会当跟对主的脚步。要军队主的脚步，因为世界拢咧行，世界拢咧运转，咱所面对的生活甲社会，拢看咱的信用要安怎打到位，足无容易的。所以咱爱做有智慧，安怎做一个判断，好，咱倒转来看，咱头拄所看的吼，咱头拄讲第八节啦吼，充充足足，这充充足足，毋是讲已经准备啊啦，毋是讲你已经有准备好这物件哦。多咱讲的这7项，毋是讲你已经有备这物件，咱是讲你爱丰富的去甲挖出来，信心爱有丰富的，毋是讲咱看到一个人无信心就讲你拢无信心啊，你拢无安怎，你拢无忍耐，你拢无咧节制，毋是这种物件，毋是这种安尼做逼切在讲这个代志，毋是，伊咧讲的是爱丰富来挖出来，啥物是显然？
显然的意思就是无原文的意思叫做无效啦，无结果。所以咱来知影有真侪时阵，咱侍奉上帝无结果，咱所带出来是啥？是族群的迄个啥？银河的生命体，银河的团体关系，安尼迄个无属灵的啥？没有属灵的果效。所以成长的生命要怎么样？我问你无对啊，你感觉一个人生命若成长，会安那？会结果子袂？会啦。你看一个囡仔你若甲伊教，伊即个数学若教了好，伊安怎会有结果袂？会啦。嘿，这无头拢会结果子，若袂结果子，咱免来做。所以咱来知影头前我读到第30甲第40，咱的信用的生命，想要咱来看有第30、第40。上帝安怎通过耶稣基督，丰丰富富咧甲咱讲这应允，看起来敢若是启示，但是彼得，我讲到这是彼得后书，彼得伊家己写，特别咧提醒，互咱今晚每一个信徒爱了解。彼得伊家己安怎行过来？伊对信到最后无信，到安怎气煞主讲我无认伊啊？但是咱伊明确咧甲咱讲，咱着爱掠掉即种应允。所以你讲若无的时阵要安怎？我甲咱甲你讲，好好安静伫主的面头前，咱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看清楚家己倒位无不足。他拄爱要有7个，伊个温困啊，温困做啥物？做一个有信心的人，会使袂？信心有啥物方法？譬如讲，无对，你会使为着即个人祈祷袂？你莫讲安怎？歹势，我譬如啦，咱莫讲这无啥效啦，这看伊安尼无啥效果啦。信心信心对倒位来？我最近咧牧养咱的华语礼拜开始参与这姊妹、这兄弟，因开始安怎？因豆豆一步一步开始伫侍奉的中间，照着牧师甲伊讲的提醒的方式来行。一开始一个真好的同工甲我讲，伊讲牧师，这个会计这个伊就要袂晓的，你若互伊做这个，我讲，你先互伊订便当试看卖伊对袂晓算钱，开始会晓算钱啊。前一礼拜，阮顶礼拜日头一摆，伊订便当家己去订，家己头前开始问讲，阮开会时甲伊问看，这边要怎用？你家己教，你的信心你会愈来愈有。我问咱，我若讲即个人咱拢捌，过去伫咱即组啦，伊即前咱若甲想讲，伊无做这个代志，咱对伊有信心袂啦。我对伊嘛开始袂有信心啦。但是咧，咱对于一个人的信心是对倒位？咱是对咱的主有信心。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去帮助一个人，无论是青少年朋友，无论是咱身躯边的一个未晓的人，咱有这种的信心，咱讲主啊，互我有智慧，会当甲伊讲，帮助你，甲伊引带伊，互伊知影要安怎做这个代志，就会晓。所以，这个信心对倒位来？咱爱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对。咱讲遮济啦我要讲一个重点。你看保罗对不对？伊是看到耶稣的，耶稣来讲话呢。彼得过来，这使徒这是看到主耶稣去活的时候，因的生命才改变的。因还未看到主耶稣，保罗还未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因进前无信，是生命是无改变的。所以咱来想一点讲，啥后壁这个使徒写来册这是咧，互咱一个甲咱一个所因有过去有看到，看到是将因的用因的感受啦，将因的信靠啦，因的生命改变了的是，讲来互咱听，咱都教因安尼行。无我甲你讲听，咱一个生命无改变的人你今仔咱今仔咱无看得出，咱是通过这圣经来了解咱的主要所的救恩的救赎对不对？叫做这足困难，毋是足困难。咱爱相信这
因这出大经历吼，因有受经历，主要说吼，这个吼教导啦，对改变，改变吼，所以咱，所以你讲的答案，就是伫第9章，第9节就有讲到。你即摆你看彼得后书第1章第9节，你无咧问讲，若如果无法度遮个足困难的代志，对无？人若无有遮几项，就是啥？痴迷。所以你想看觅，是安怎即摆人无遮物件，无遮7项？因为人做爱当作家己痴迷，我要看，伊明明看着，但是袂爱。奉献也好，做工也好，愿意的心、违心也好，拢是共款。就算伊看到，伊嘛袂爱。所以为什么咱本身会晓的人、知影的人，所以你前礼拜这酒杯后壁有咧讨论两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咱来教会啦吼，那你若要来享受着吼，这个上来教会的供应吼，要享受尔，对不对？敢若要享受尔吼，我甲你讲一件啊。无来，咱来看酒无，看到底迄落，阮都讨论过啊，讲伊到底是要来遮享受，了你吼上帝这恩典的使用还是要真正要投入遮吼，关心教会每项工作。这重要，这重要。所以咱就爱唤起，佮家呼调。呼调讲来，对我做伙来军队主的骹步，这足无容易。所以讲，这款人就是咧来消费教会。像这款人就是遮咧消费啊，来消费。消费。消费讲话，你来时就享受。所以你想看觅，如果有遮济人，伊唔捌福音嘛，伊应该讲简单讲就是，伊也唔捌福音嘛。人伊来教会消费嘛。反正我来教会又可以吃，又可以用，可是他却忘记了他在这边懂得回馈、回应嘛、回馈。人的主人伫迄中间的无感恩的心嘛，但是问题是，人敢真正无感恩的心嘛？其实嘛唔这样讲，简单讲就是讲，咱着爱安怎？咱爱去传啊，咱无要传，伊来就是安尼消费。所以我嘛咧讲啊，我讲阮办这个迎新餐会。我在青少年来，在青少年来，我嘛爱想讲，未来我要安怎甲伊一通电话去甲伊问，关心到底伊感觉来到遮有最近有啥物款的问题，拢爱去做关心，是毋是有机会去甲伊邀请来？伊若无来，你就无机会；伊若愿意来，咱就爱把握时间。所以你看，像咱即摆拜二这学生，我看因做愿意来的啊，咱嘛真侪，像包含子安甲子轩，伊嘛开真侪时间，陪因佚佗，陪因拄着因的生活，拄着因感情，拄着因的问题，就是咧探讨伫因生命拄着问题的时阵，要安怎甲帮助因。所以我感觉圣经内面吼，他拄咱所看伊讲，人若无遮几项，就是头前遮几项就是痴迷，敢若看近的代志。什么叫做看近的？看近的代志就是敢若看眼睛家己上要看的。后壁讲啥？袂记得伊古早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所以你讲人为什么伊会看无这个代志？因为伊袂记得伊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拯救这样代志，所以这样代志是做。伊听无对无？但是咱就听有对无？但是对伫迷信的人来讲，像我简单举一个例，伊若是一个较迷信的毋捌的。我袂讲这个代志，迄是我咧讲是因为针对你，针对这样我咧甲你讲互你听。但是咱若讲到迄迷信的人，足简单的啊，我足愿意陪因讲话。像昨来一个新来学吉他的，新来学吉他的，伊本身是之前来学吉他的一个姊妹介绍来的，伊来学，伊真欢喜，伫咧中间我也带伊祈祷，甲伊分享，嘛真有礼貌，讲牧师你好。
迷信的人，你要安怎有机会跟伊接触的中间，你若有机会跟伊接触，你就有机会甲伊传福音嘛。所以我感觉基督徒拢无较比较上较无去想着讲，我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咱是一个被得到救恩的人，对吧？你若无得到这个救恩，你袂想要去传这个代志。啊，若讲我已经洗礼啊，我拢知影啊，你讲的这我拢知影，但是伊都无要传，我感觉伊眼睛要搁干那看伊家己的代志。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若甘一个人，有几岁啊？有几个吼朋友不是咧做伙啦，不是咧做伙，伊拢未信教。啊，咱会时常看因每一个人的个性吼，啊，个因的想法。你会想讲，这个你安那个，你要那个，你安怎听传福音啦？伊都袂信啦。啊，你敢会想讲，我想要在浪费时间来传福音？我会想到是啥呢？我会想到是，我有啥物款的影响力？你爱想讲，你有啥物款的影响力？这个人都无可能，毋是无，毋是无可能接受啊。我感觉应该毋是无可能，应该是讲，咱有去想着咱家己的影响力无？什么是咱的影响力？第一，咱一定有某一部分的影响力是你无看到的。这种影响力是一个足特殊的。我简单举一个例，我足早我就一直咧为着我的大学同学祈祷哦。我的大学同学有一个是看我做墨子的哦，教我做牧师，我嘛做墨子。我的妈妈常常甲我讲，伊讲伟任，啊你的同学，大学同学，啊你谈你遮久，啊你伫大学4年，你拢也拢无带伊信主。我这个同学吼，伊伫我大学的时阵，我带伊来团契，伊甲我讲吼，听专讲听甲困，伊讲伟任啊，你后摆你若做牧师吼，毋通像安尼讲甲互我困。后来嘛是安尼嘛，讲无关系啊，因为伊伫台中。最近伊敲一通电话互我，伊甲我讲，伟任，你4个囡仔吼，啊我1个囡仔，啊我这个查囝吼，即摆要国中1年啊足培育的。你看我开足侪时间，我观察这个伊的囝，伊的查某囝，伊定定带伊去佚佗，啊拢家己顾甲足好。拄我到青春期的时阵开始培育，伊甲伊的爸爸讲，伊想要去学这个虚拟乐团呐。哦，你有没有听过虚拟乐团？有对不对？年轻人就知影。这个查某囡仔哦，伊讲伊想要学迄个虚拟乐团内面迄个贝斯手啦，弹贝斯的。阮这个同学甲我讲，我讲安尼足简单呢，你甲恁查某囝的line互我来甲伊讲。顶礼拜我感觉甲伊讲一摆，讲来，那个牧师叔叔，我教你，我远距离用 line， 用即时通的方式教你这个贝斯。伊讲好，伊愿意，伊讲足济，看我问足济问题。后来挂掉电话，我的同学甲我讲，吼，你真正无简单。阮最近安尼为着我这个查某囝安尼真头疼，毋知影要安怎甲伊讲。多谢你，我要即马要来找阮，即礼拜我要倒来阮的厝里，找我大学迄支吉他，摕来互我的查某囝。昨因查某囝传讯息互我，甲我讲，牧师叔叔，这是我的练习的影片，帮我看一下。虽然福音还未甲伊传，但是有机会无？有啊。我要讲的是啥？我毋是要讲王长老你爱学吉他。我要讲的是讲，我家己知影。当我要跟人传福音的时阵，我知影我的影响力伫倒位。我要安怎样会当吸引人，甲人有机会跟我建立关系？因为你若无这个关系，你无法度通有机会将福音传互伊啊。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宝贵、足要紧的代志。所以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咱这个大学教会，是，然后开始的时候，当民族有派一个兄弟啦，来遮，伊做爱做出了好样，到尾伊做着吼，我做干。伊有甲我讲一件代志啦，讲囡仔人要学啦，我讲这是无要紧，你无讲人，你简单讲代志就好。要互囡仔来读书理学啦，后期先爱用骗，讲是安怎骗的。骗就爱死吼，
甲教育安尼，你讲对毋对啦？呃，我话有认同即个话哦，啊话袂认同哦，讲偏到是毋对啊，骗叫做讲歹听话啦。啊，那正常来讲，咱就爱徛伫这个客观立场。我用客观的立场，我甲你邀请来。虽然你听我头拄仔咧讲，敢若袂输我咧甲阮同学骗，其实无啊。我虽然讲，我讲的这是一个目标啦，但是这个目标取决于决定伫倒位，决定伫我嘛，对吧？我若今日要，结果我若带这个学生，伊学吉他学，你无来教会，你无来安怎？我无要甲你教，这叫做骗啦，了解无？但是我会甲你讲哦，你袂随在你，这叫做尊重啊，对吧？所以我感觉骗其实迄是一念之差啦，在伫你安怎做，所以我是感觉讲，意思是讲你有机会就来教会，对，传统用的。对。你用什么方法吼？迄拢不要紧，迄拢不要紧，迄拢不要紧。但是你得用出对听心，出对主的听。什么是出对主的听？出对主的听，你就袂像你头仔讲的，迄个人所讲的用骗的，因为会讲用骗的，代表伊的心就无正确。啊，我感觉讲会讲骗，拢是无正确的心理在讲的话啦。我今日我要卖一个铜锣烧，对无？我今日。伊讲，哇！你铜锣烧听人外口拢25块，你会30块。哦，我会，你家己看卖，你摕到的时阵，你有感觉伊的气味较芳无？你有感觉伊的包装较水无？我开费的时间甲精神，互你摕到的迄种气氛无共无？即个消费者若摕到讲，有影咧，在伫你有尽心，你有去用心用听去付出无？所以我感觉价值，这是咱咧讲的价值观啦。所以我讲信用、福音、意念、信息，拢跟价值观有关系啦。我曾经有甲一个每一工我讲我咧见的人吼，伊个人足好，啊，伊信主，伊人足好，我足欣赏伊，查某人，人真好个，样真好啊，人客气。因毋知我有一工吼。我边仔来讲咧讲，伊讲毋是尔说，伊讲毋是啊，伊讲毋是啊，讲我讲，你若来信耶稣，毋知，讲你若信来信耶稣，毋知偌好，伊讲也是安那，讲你人，我讲你人真好，啊，要互伊，我即讲对我意思是讲咧讲吼，要互伊去思考啦吼。是安那，我甲讲即个话啊，讲信耶稣是讲做好是毋是？无是安那个，知影讲做，定定尔，伊嘛是不了了之啊。我甲你讲，你讲的即个故事吼，我等下较甲你解说，咱先来讲好完，咱先来讲好完吼。你着护士我想有小可袂赴啦，无要紧。我想咱先讲到遮，下个礼拜有机我搁甲讲好完啦吼。最后我想咱来做伙祈祷，为着几项事来祈祷啦吼。咱今日咧讲着讲，咱会当决心跟对上帝，其实咱来靠信心的溃烂。咱求上帝帮助咱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学习知道自己的有限，不是靠自己，而是要学习跟随主。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每天走在敬虔的道路上，学习跟随主。我们一同心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恳求，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从你的话语来明白。神，我教给我们生命的功课。谢谢你，让我们不断的从神你的话语明白，看见彼得一生从被主呼召到真实的热力见主，到最后被逆主离开神，让他的心能够再次被圣灵来充满，引导他的生命走在神和神的旨意道路上。主啊，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上经过许多的波折，我们更乐意来顺服主的心意。求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在教会的建造，都能够在祷告里面、传福音里面建造出神和他心意的道路的教会。献上恳求，愿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
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曾经就像彼得一样。主啊，有些时候我们承诺，可是我们却做不到。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热情。虽然有时我们会跌倒，但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走这信仰的道路。主耶稣，我们愿意。当我们生命虽然走到尽头，但我们更乐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请求你，恳求你圣灵来大大充满我们，充满我的心，帮助我，坚固我，让我对打了后开始无搁再靠家己，乃是靠着上帝你大能的气力。虽然头前的道路有侪侪挑战，总是我相信圣神的气力要帮助我，排除万甲前所看见的困难。因为主上帝你陪伴我，让我行伫适当的道路。将美好的应允甲丰富的祝福生命赏赐予阮，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定心予阮得到活命的快乐。愿上帝的恩赐，领伫阮的教会，予阮会当参加做伙来行这条蒙恩的道路。当阮只是要结束，我们今日的敬拜甲学习，也愿上帝你祝福阮个人的生命，以得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愿祝福大家，让我们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到8点半同一时间，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愿你平安。